玩過飛行棋嘅都知道，擲到6你好好彩，擲到2個6你更加好彩。但如果唔通要從頭嚟過？梗係唔使啦，因為你嘅升學旅程有 PolyU HKCC 為你導航。PolyU HKCC 係由全球百強大學 PolyU 喺2001年成立，係全港升學率最高嘅大專院校之一。同開辦學士學位課程同碩士學位課程嘅 PolyU Speed 同屬 PolyU CPCE 轄下，攜手為中學畢業生提供2+2升學途徑，以4年時間取得 PolyU 頒授嘅學士學位。PolyU HKCC 30幾項全日制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，涵蓋文、理、社、商專範疇，為畢業生升學同就業做好準備。PolyU HKCC 2025年畢業生升學率達90.4%，連續6年超過90%，升讀政府資助課程比率達64.2%。另外，升讀全球百強大學頒授學位課程，包括自資課程，比率達68.3%。擇式擇得好，純粹靠彩數，但係選擇得好唔好就要靠你自己。擇得好，自然可以突破重重難關，唔單止唔使重新嚟過，更加可以快人一步，理想達到。立即加入 PolyU HKCC，踏上4年升學之旅，取得 PolyU 頒授學位。